这台人力潜水艇的载机是用玻璃纤维制作，长300公分，重量100公斤，做价要8万。上大特色就是增加真济控制面板，除了好操作，机动性加稳定性嘛大大提升。目前团队已经开始进行迷水的训练加初期的测验。操作顶面，则是一个人进入潜水艇以后，伫舱内用拍的姿势，用脚来打进前。目前模拟速度换算时速大约9公里。学生们能够运用他们过去所学的造船工程上面的专业知识，来设计制造他们的潜艇。那设计的部分，他们过去运用专业知识，初步的估算大概是能够跑到5节左右。也就是差不多时速9公里。学了很多课本的知识，比如说流力、财力、程式设计、机械设计等等，好多。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一些课程精华融合成一件工程的艺术品，操控度好。那这个就是借由副鳍还有垂直尾翼、水平尾翼来体现。我想这个是我们与其他参赛国家的那个队伍最大的不同之处。由生态系统甲航太等跨科系合作的潜水艇，透过专业的知识、行动力来实现，让学生充满成就感。而且国际比赛举办20档来，东亚国家也无队伍参加，所以生态参赛将成为创举，嘛让驾驶加强训练。每个礼拜固定去游泳池。就是游1个半小时，然后有自由式，就是一直游，然后就训练心肺的能力，然后平常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重训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去骑脚踏车，然后会骑比较高强度这样子。对，就是长程、短距离都会骑，然后爬坡的什么的也都会去做训练。生态表示，这款造船工程对着台湾推动潜水艇国造甲人才培育都有真大帮助，嘛一步一步实现学生的梦想。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